咱台湾的高山啊，全台湾伫野外的数量差不多是20万至30万只。不过嘛，提醒民众，若看到高山啊，唔通甲乌白痴。伫台东太原邮局登山桥甲旧东河桥有2顶高山啊，若是唔惊车昏，还佫会占伫人的乌托摆、抢人的牌影，四界乱扫，互尤其是感觉真困扰。 骑车来到台东太原登山桥佚佗，一只狗仔雄雄跳上机车，唔惊边仔有人伫赶，看起来也真歹，要抢游客放伫机车顶面的行李。最后游客迄一包饼互伊，伊才走。另外，即群狗仔出现伫旧东河桥，拢伫个公共便所附近行来行去，等游客来饲，要过定定爬到公共便所去，互游客唔敢用便所。 我们有在这个公厕的这个上方啊，就是透风的地方加强这个网子哦。但是前方这个部分没有做啦，但是我们近期会来做。 即学生休寒到东海花旅游游客加真侪，定来去的登山桥甲旧东河桥风景区，才有真侪狗仔，有民众无守法会甲饲，造成狗仔唔惊人，甚至要抢游客食物。台东县政府强调，已经制定野生动物保护自治条例，会加强巡查。若发现游客有饲狗仔这种行为，就该开罚。在这个特定的区域禁止喂饲野生动物，劝止。 不听者，我们会处新台币5000到1万元。官府呼吁到这野生的狗仔定定出现的所在，随身的行李甲包仔爱看好，应该唔通早食的物件落车甲家己饲，上好离较远的。若无一个无注意，互伊夹着、撩着，安都无好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